过来看这个，敢又个是你特权的问题，因为这是台北市一个机动车驾驶呢，对着一台 BMW 轿车，这个驾驶呢加砸2摆车，敢若是不满伊伫顶一个巷仔口无让伊尔，就失控甲呛声，佮喷这个咸椒水甲攻击。这个机动车驾驶控诉讲啊，对方可以讲有伫立法院的通行证，佮敲电话去车行，讲伊本身是立法院的人员，爱车行将伊的个人资料交出来。立法院针对这个代志有回应讲，这张停车证已经过期，已经作废啊！到底是倒一位议员的坐车，袂使讲。穿白衫的查甫人去瀑布落车，驶一台50轿车直接插伫咧客停车头前，停伫咧路中。伊的车顶还有立法院通行证，煞冲落来骂客停车的驾驶，唔知影是伫咧气啥。时间伫咧几啊分钟前，头前的客停车驾驶停伫咧黄色网仔线顶，挡着要出来50轿车。司机已经捌去50轿车，佫想要驶出来，司机无想要互伊过，两边发生第一摆冲突。驶到后一个路口的时，50轿车愈想愈气，直接违规挡车。伊佫摕咸姜仔水想要甲对方喷，直到当事人讲要报警，乌车驾驶才驶走。女憾的是，过几工当事人竟然接到讲家己是立法院敲来电话，要甲伊施压。他已经下班了，然后呢，刚好有一个还在值班的人员，然后他就接到一通自称是从立法院的打来的电话，他就要求那个人员开电脑，他要我车牌号码的个资。立法院讲，迄个驾驶的证件早就已经废掉无效。虽然当事人尾也无报警，不过驶车超杠对调调，含违规占用车道，相关会罚罚24000块的罚金，佮可能犯刑法的强制罪。